哇，好多人！我们一行人来到101大楼的5楼售票处。咦，这是什么？原来是网络预约报到处啊！这位男子正在亲切地向我打招呼。网络预约你可以这么做。他不失礼貌地微笑向我展示票券。以下是票券展示秀。感谢美丽的小姐为我们示范什么叫做票券在手便知有没有？我们其实是认识的，哈哈哈。想当网美就从这里做起，这里站起。想要得到独一无二的金币就从这里转起。想要认识茶叶的一生就从这里看起。想看101就从……你以为我要讲摸起对不对？不。我偏不说，接下来是购物的部分。心痒难耐想买的人可以直接跳过这一段。接下来是欢乐的部分。看着小鲜肉店员转着转着也想吃了。姐买的不是鸡蛋糕，而是你外刚内柔的心。姐没有骗人，你看。接着我们要去坐双层巴士咯，这是在101对面的搭车点。期待已久的双层巴士终于出现在我眼前了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看刚刚的妹子，让我们倒带一下。千呼万唤始出来，我们终于可以上车了。贴心的双层巴士还有导盲犬专属的位置。现在镜头的位置其实在双层巴士的下面，这里有冷气可以吹。你们一定想问为什么不到上面去？因为上面没位置啊，改楼。后来陆续有人下车，我们才能在等红灯时上去巴士上面。每个座椅后方皆有中泰韩日英语的语音导览按钮。车上的服务小姐亲切地向我介绍贩售小物，这样的微笑，这样的服务态度令我无法自拔地掏出钱来买。又是这位男子，他正在自肥中。这是这次旅行的纪念品磁铁加钥匙圈，记得在兑换券上签名就可以换实体票券当做纪念哦。对了，在此表扬白桃哥哥，因为白桃哥哥当天让孩子们乐淘淘。准备好了吗？看我照片配单呀！朋友齐聚真开心。期待下次再相聚。台北景点好所在，等你挖掘，赶快来！双层巴士观景台，带我畅游真愉快。影片还没结束，卖告。一大两小总共只要150元，真的是便宜到靠北。购票资讯请到台北市双层巴士官网查询。好了，影片真的结束了，拜。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哦。